呢場國立西國立日，主場嘅丁田澤維亞3-1贏，鳳凰村3-1贏鳳凰村啊！丁田澤維亞。Victory！丁田澤維亞，鳳凰村3場都輸波，早啲講，早啲護級啊！鳳凰村話好多年未試過開季3場輸晒啊，提早護級喎，將個心機擺喺啲天王杯啊，哇香爆咧！你生翻嚟啊嘛呢扎。唔好睇啲唔開心嘢，鳳凰村生翻，睇翻呢個哇 Man of the Match 啊，中村梵高啊 Bango 啊，今日先拔頭籌啊，第一首名入球球員入個靚波嘅中村梵高，嚟自 FC 東京嘅，29歲右中場。哇！仲係香緊啊！日本球迷好少咁唔文明啊！鳳凰村球迷出咗名，熱情，兼且生翻。呢邊開心好多啊！呢邊啊，佢都好耐冇試過丁田澤維，聯賽3戰3勝，3場都叫大炒，呢場唔叫大炒啊，但係都贏3-1啦，多入球啊，3場波。3場波入超過10球嘅丁田澤維亞，日職嘅新興勢力啊！哇！比卡超又出場啊！寶可夢出場啊 ！Pokemon 寶可夢，比卡超出場。